隨時起步啊！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慢咗閘灰馬嗰隻係多巴先生嚟嘅喎。前面好大隻嘅綠色巨人啊，安可就內欄大約跟住個第8位到啦，響佢出邊有個包裝旋風啊，後邊5匹馬啦，天象龍區中檔尾5嘅藍衫，外邊一定掂，內欄尾3多巴先生，後邊2匹馬黃衫啊健怡快等入邊喎，金城名區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奔放就拍住和平波一齊走啊，外邊冚啦，人心聲率先上去啊，響入邊偷位呢，仲有企跑得啊，外邊追上嚟嘅馬啦就係包裝名區啦，出邊追嘅馬大外檔係健怡快，馬林中間仲有安可啊，最後300米到啦，和平波鬥緊包裝名區啊，後邊係安可啊，再見到大外檔金城名區亦都追緊上嚟啊，最後100厘米到啦，包裝名區走嚟咗1個身位啊，外邊追上嚟係安可啊，最出仲有金城名區，贏馬嗰匹係包裝名區啊，跑第2名係安可，第3名外邊追上嚟金城名區，第4名咁啊係咪又係包裝呢？包裝旋風同埋入邊和平波需要影相啊！結果嚟到打比賽日嘅尾場賽事，伍鵬志都贏翻隻啊！包裝名區嚟到尾場賽事都有單日轉向喎，2個嗌